愛看天上鳥飛，愛看海浪跳起，亦愛夢色空千里。但我更加喜歡踢着雨花，跟你望雨點翻飛。魔記私房老菜館4最喜歡你韓食篇。魔記從雲南回來之後，順理成章，老菜館的菜譜變成雲南風味。與珍熙同新抱仔決定去濟州虎山首爾束草，尋找歐巴美食之旅。女人的革命。大家好，記得訂閱雨林酒吧，謝謝。雨林街市續22行李與米線。魔記返港那天，落機時拖住一個行李箱，背住一個背囊，手裏還提住2紮用報紙包住嘅乾米線。與珍熙嚟接機，佢企喺接機大堂，着住嗰件粉紅色衛衣，頭髮紮成馬尾，手裏揸住一杯奶茶。見到魔記出嚟嘅時候，佢冇衝過去，冇大叫，甚至冇揮手，佢只係將杯奶茶遞過去飲。魔記接過奶茶，飲咗一啖，好甜。佢話：香港嘅奶茶就係咁甜㗎，你係咪喺雲南食得太多清淡嘢，慣咗？魔記望住佢，笑咗：你冇變過，我梗係冇變過啦。我先去咗3個禮拜咋嘛，你變咗好多，邊度變咗？與珍熙上上下下打量佢一輪，你黑咗，瘦咗，眼圈深咗，但係對眼光咗。魔記飲多一啖奶茶，冇答。小賓高拖住行李喺後面追上來，氣喘籲籲。師傅你行得咁快，二阿嫂。佢見到與珍熙即刻立正，好似士兵見到長官。乜嘢阿嫂？亂叫。與珍熙話：你係咪又冇幫師傅拎行李？我有㗎，我仲拎咗成袋乾菌。乾菌呢？寄倉，寄倉。你寄倉啲乾菌？與珍熙聲線提高咗2度。你知唔知海關會當你走私嘢食㗎？小賓高臉都白咗。吓？但係我哋過到關喎，過到就話你好彩咋。魔記由得佢哋2個嘈，自己拖住行李行出機場。外面嘅香港天空灰蒙蒙，同雲南嘅藍完全唔同。但佢聞到一陣熟悉嘅味道，海風、巴士廢氣，仲有隔籬條坑渠傳來嘅少少臭味。佢深吸一口氣，返嚟啦。佢細聲同自己講：23雲南風味。第一夜，錦盛老菜館晚市。魔記返嚟之後第一件事唔係休息，係換衫入廚房。阿奶企喺爐頭前，見到契爺行入嚟，手裏嘅鑊鏟停咗半秒。你唔使揸車嗰陣幫手。魔記話：你企埋一邊睇我做。阿奶讓出位置，企喺角落。新抱仔即刻行過嚟挽住佢手臂。契爺好有氣勢喎。新抱子細聲話：佢不嬲都有氣勢㗎啦。阿奶話：係成日對住嚿豬肉講早晨，搞到好似冇氣勢咋嘛。魔記冇理佢哋，佢打開行李，拎出嗰2紮用報紙包住嘅乾米線，一包乾菌，一小瓶異香葉，幾粒用保鮮紙包好嘅尼泊爾胡椒，仲有一包用塑膠袋密封嘅。佢喺昆明阿婆度學返嚟嘅雜醬。佢將所有嘢排開喺砧板上，好似一個將軍喺戰役之前點算兵力。今晚佢話：我哋唔做廣東菜。全場靜默。我哋做雲南菜。阿奶第一個出聲：契爺，你唔係諗住成個菜譜轉晒啩？係。啲熟客點算？熟客會變成更熟嘅客。阿奶想再講啲乜？新抱仔拉咗佢一下：你由得佢啦。佢喺雲南屈咗3個禮拜，你唔俾佢發洩下。阿奶閉嘴。嗰晚魔記做咗5道菜。第一道豆花米線。米線用昆明阿婆嘅方法，水滾落鍋，撈起過冷河，再回鍋3秒。豆花用本港新鮮豆腐自己磨，雜醬用豬肉碎、豆瓣醬、甜麵醬、花生碎炒到出油，最後撒一把新鮮韭菜。第2道烤臭豆腐，西雙版納帶俗式嘅，用芭蕉葉包住發酵咗2日嘅豆腐，放喺炭火上面慢慢烤。上碟嘅時候配一碟檸檬薄荷蘸水。第3道臘排骨火鍋，麗江學返嚟嘅排骨係阿奶魔記唔喺香港嗰陣自己試晒嘅，用鹽同花椒醃咗1個禮拜再風乾。魔記試咗一嚿，望住阿奶點咗一下頭，阿奶嘅耳仔又紅咗。第4道見手清炒臘肉。
大理楊老師教嘅菌片切得均勻，蒜片爆到金黃，又要多火要大，炒到菌片邊緣微微翹起就上碟。摩記自己先試咗一嚿，等咗15分鐘，確定冇見到小人，先叫阿奶試。第5道梨牛青稞湯，香格里拉澤西嘅做法，梨牛肉用香港嘅本地牛腩代替，香港真係買到梨牛，但用咗尼泊爾胡椒同酥油。酥油係摩記用無鹽牛油自己煉嘅，煉咗6個鐘，煉到金黃色，聞落有奶香。5道菜擺滿一張圓台，試食大會，與珍熙、阿奶、新抱仔、小賓高，仲有小賓高嘅阿媽，摩記特登叫佢落嚟食飯，話要報答佢個仔3個禮拜以來的辛勞。小賓高阿媽食咗第一啖豆花米線，眼淚就落嚟。做咩喊啊？小賓高驚到跳起。冇嘢，阿媽抹眼淚，我係覺得你終於跟咗個好師傅。小賓高望住摩記，摩記冇望返佢。摩記望住與珍熙，與珍熙逐道菜食，逐道菜點頭。食到第5道梨牛青稞湯嘅時候，佢放低碗，望住摩記，你今次真係揾到嘢喎。佢話係，但你係香港廚師，做雲南菜會唔會唔倫不類？摩記想咗一陣。我喺雲南學到嘅嘢唔係點樣做雲南菜，佢話我學到嘅係點樣用心煮一碗嘢。喺香港煮同一碗嘢，用香港嘅豬肉、香港嘅豆腐、香港嘅水，出嚟嘅味道一定唔同雲南，但個心係一樣嘅。與珍熙望住佢，望咗好耐。你講嘢真係越來越難明。佢話，但你都明，我都明。24菜譜革命。1個星期後，錦盛老菜館嘅菜譜正式換咗，新菜譜得1頁紙，手寫，摩記自己嘅字，唔靚，但好用力，每一筆都好似喺度同支筆吵架。上面得8道菜：1. 昆明豆花米線，阿婆嘅40年；2. 西雙版納烤臭豆腐，檸檬薄荷蘸水，請準備好你嘅勇氣； 3. 麗江臘排骨火鍋，雪山嘅味道，你信唔信都得； 4. 大理見手清炒臘肉，食完唔會見到小人，除非你唔信我。5. 香格里拉梨牛青稞湯，香港版梨牛，即係本地牛腩，但個心係梨牛嘅心。6. 過橋米線，摩記版本，同正宗有出入，但好食就得啦。7. 傣族香茅烤魚，與珍熙負責鮮魚供應，品質保證。8. 每日一湯，睇下阿奶今朝買咩料。菜譜最底有一行小字，寫住呢度唔係雲南，呢度係錦盛老菜館。如果你想食正宗雲南菜，請買機票；如果你想食用心煮嘅嘢，請坐低。頭3日生意跌咗40%，阿奶冇出聲，新抱仔冇出聲，小賓高冇出聲，摩記都冇出聲。佢每日照常起身，照常落鋪，照常對住食材講早晨，但佢講嘅方式唔同咗。以前佢係同食材傾偈，而家佢係同食材一齊靜默。你覺唔覺得契爺變咗？新抱仔問阿奶：有變咗咩？佢以前係藝術家，而家係一個煮飯嘅人。煮飯嘅人咁咪 downgrade 咗？阿奶望住廚房裏面摩記嘅背影，搖頭，唔係 downgrade，係 upgrade。佢話藝術家係為自己煮飯，煮飯嘅人係為人哋煮飯，後者難好多。第4日有個熟客返嚟，佢係一個60幾歲嘅阿叔，喺錦盛老菜館食咗8年，每星期最少幫襯2次。佢坐低見到新菜譜，皺咗一下眉，然後點咗一碗豆花米線。摩記親自捧出去，阿叔食咗一啖，抬起頭望住摩記，唔同咗喎。阿叔話係，以前你煮嘅嘢好似一個人喺度自言自語，但係今日呢碗，阿叔又食咗一啖，好似有人同我傾緊偈。摩記企喺旁邊冇答話，但嘴角微微上揚。嗰晚佢喺廚房牆上貼咗一張紙，寫住客人唔係嚟食正宗，客人係嚟食真心。第5日生意慢慢返嚟，第6日排隊，第7日滿座。阿奶收工之後對新抱仔話：你估到喎？估到咩？原來契爺唔發癲嘅時候真係好叻。新抱仔笑咗，佢一路都好叻㗎，係你成日覺得佢癲咋嘛？佢係癲㗎，癲同叻可以同時存在。25女人的革命，
感性老菜館嘅生意穩定落嚟之後，宇珍希做咗一個決定，我要去韓國。摩記正在切洋蔥，聽到呢句說話都停咗半秒。去做咩？食嘢。香港冇韓國菜，香港有韓國菜，但香港冇韓國嘅空氣、韓國嘅街市、韓國嘅阿豬媽。宇珍希理直氣壯，你都可以去雲南3個禮拜，我點解唔可以去韓國？摩記諗咗一陣，覺得佢講得有道理。同邊個去？新抱仔。喺後面洗碗嘅新抱仔突然聽到自己個名，抬起頭。咩話？我哋2個去韓國？濟州、釜山、首爾。宇珍希數住手指，食海鮮，食烤肉，食泡菜，食炸雞，食年糕，食冷麵，食醬油蟹。我有男朋友㗎喎。新抱仔話：我都有男朋友㗎，我哋可以一齊去。我嘅意思係，我要問下阿奶。宇珍希望住佢，眼裏面有一種你唔係掛嘅表情。你使唔使乜都問阿奶？我唔係乜都問佢，我只係尊重佢咋嘛。你係怕佢嬲？新抱仔冇否認。當晚，新抱仔同阿奶講起呢件事，阿奶正在醃排骨，聽完之後，手上嘅動作冇停過，但沉默咗好耐。去幾耐？佢問。2個禮拜左右。同宇珍希？去邊度？濟州、釜山、首爾。食嘢。阿奶放下排骨，洗乾淨手，轉過身望住新抱仔。你係咪覺得悶？佢問。新抱仔俾佢問到呆咗一呆。吓？你日日喺菜館洗碗，幫手睇住我煮飯，你係咪覺得悶？想出下去？新抱仔望住阿奶對眼，突然覺得有啲鼻酸。呢個男人平時唔講嘢，一講就講到個心嗰度。我唔係覺得悶，佢話我係想同宇珍希一齊去玩，佢係我好朋友，我哋2個都未一齊去過旅行。阿奶點咗一下頭。咁你去啦，你准我去？你唔使揸車嗰陣問我准唔准，你話我知就得啦。新抱仔攬住佢，攬得好實。阿奶嘅耳仔紅到滴血，但佢冇推開。我會帶手信俾你。新抱仔話：你想食咩？我認真噶，我都認真噶。新抱仔除咗佢心口一下，笑住走開去執行李。26. 濟州島海女與豬肉。宇珍希同新抱仔嘅韓國之旅由濟州島開始。佢哋揀濟州做第一站，係因為宇珍希話：我要睇海女，我要睇一個女人係點樣潛落海底捉海鮮。我賣魚賣咗咁耐，都未見過真正嘅女人點樣同海打交道。新抱仔話：你唔使揸車嗰陣潛水，你喺街市都係同海打交道噶。唔同，街市嘅魚已經死咗，海裏捉嘅魚係仲游緊嘅。新抱仔覺得呢句說話好似摩記會講嘅嘢。原來愛情真係會傳染。濟州島嘅風好大，佢哋2個企喺海邊，望住遠處幾個阿豬媽着住黑色潛水衣，慢慢行入海浪入面。佢哋幾多歲？新抱仔問。導遊話最老嗰個80幾。宇珍希話80幾仲潛水？佢哋由細潛到大，唔潛水唔習慣，好似你阿奶唔煮飯會周身唔聚財一樣。新抱仔笑咗。我阿奶唔係我阿奶，佢係我男朋友。你叫佢阿奶，叫到佢真係變咗你阿奶啦。我中意咁叫嘛。佢哋喺濟州食咗黑豬肉烤肉。濟州黑豬係本地特產，肉質結實，脂肪分布均勻，拋到金黃色之後，用生菜包住，加一啖蒜頭，一啖辣椒醬，一啖泡菜，成個放入口。宇珍希食完第一嚿，閉上眼睛，深呼吸。點啊？新抱仔問。佢開心。宇珍希話：你而家講嘢同摩記一模一樣，我唔覺意學咗佢。你唔係學咗佢，你係愛上咗佢。愛上一個人就會不知不覺用佢嘅方式講嘢。宇珍希望住新抱仔，你呢句講得好靚，我作㗎。新抱仔笑得好甜。佢哋仲食咗鮮海鍋、新鮮捕獲嘅鮑魚、八爪魚、螃蟹、蜆，全部仲喺鍋裏面喐緊，就倒滾湯落去。宇珍希望住嗰隻八爪魚最後嘅掙扎，沉默咗一陣。如果你係隻八爪魚，你臨死之前想講咩？新抱仔問。我想話。宇珍希諗咗一陣，我好好味㗎，你快啲食咗我啦，唔好嘥。新抱仔笑到噴飯。27. 釜山海鮮市場的對決。釜山係宇珍希嘅主場，唔係因為佢嚟過，
而係因為釜山有個扎家崎海鮮市場，係韓國最大嘅海鮮市場。佢哋兩個晨早6點就到咗。扎家崎市場嘅氣味同雨林街市一模一樣，海腥味、冰水味，同埋一種所有人都好忙嘅緊張感。但唔同嘅係，呢度嘅魚檔全部都係女人。阿豬媽戴住塑膠手套，蹲喺水箱前面，手起刀落殺魚，動作快到你睇唔清楚。宇真希企喺一個阿豬媽嘅檔口前面，望住佢殺一條比目魚。阿豬媽發現有人望住，抬起頭，講咗一句韓文。宇真希唔識聽，但佢指住條魚，做咗一個好叻嘅手勢。阿豬媽笑咗，用英文問 You fish？ 宇真希點頭，指住自己 Hong Kong Fish Market。阿豬媽瞪大眼睛，然後突然拉住宇真希嘅手，帶佢行到檔口後面，指住一盤已經切好嘅生魚片，做手勢叫佢食。宇真希食咗一嚿，新鮮到不得了，魚肉仲有體溫，咬落去爽口，帶淡淡嘅海水鹹味，唔使點任何醬油已經好好味。佢叫新抱仔過嚟一齊食。兩個女人企喺釜山嘅海鮮市場裏面，用身體語言同一個唔識英文嘅阿豬媽溝通，食咗10幾種唔同嘅生魚片、生蠔、海腸、海鞘。離開嗰陣，宇真希嘅眼眶紅紅地。你做咩又喊？新抱仔問。我冇喊，我係感動。宇真希話，原來喺世界另一個地方，有一個女人同我做緊同一件事。我賣魚，佢都賣魚；我殺魚，佢都殺魚。我哋未見過面，但我覺得佢係我失散咗嘅家姐。新抱仔冇笑佢，佢明白呢種感覺。當晚，宇真希同摩記視像通話。你知唔知釜山嘅女人賣魚好型？佢話有幾型？型到我見到想喊。摩記喺鏡頭另一邊笑咗。你終於明我點解會對住嚿豬肉喊啦？我明，但我唔會道歉。我以前成日話你癲，原來我自己都癲嘅。你唔係癲，你只係愛上咗你嘅工作。你都係，所以我哋天生一對。宇真希望住熒幕入面摩記塊面，突然覺得呢個男人雖然成日對住食材自言自語，雖然煮一碗米線要研究成個月，雖然講嘢越來越難明，真係好靚仔。你快啲返香港。佢話我喺香港啊。摩記話我嘅意思係我返到香港之後，你快啲嚟接我機。我幾時都有接你㗎。今次要帶花，帶西蘭花，帶真花。你買唔起花，我請你。摩記笑到鏡頭都震埋。28首爾，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醬油蟹。最後一站首爾，宇真希同新抱仔由釜山搭 KTX 上首爾，2個鐘嘅車程。新抱仔全程瞓覺，宇真希全程睇窗外。首爾同濟州、釜山完全唔同，節奏快，人多，樓高，有啲似香港，但又有啲同香港嘅快係急嘅，首爾嘅快係有秩序嘅。佢哋嘅第一站係廣場市場，呢個市場係首爾最具代表性嘅傳統市場，有超過5000年歷史。新抱仔上網睇嘅，唔知真定假。裏面賣嘅嘢食多到嚇死人，綠豆煎餅、辣炒年糕、生拌牛肉、醬油蟹、韓式雜菜粉絲。宇真希直沖醬油蟹。醬油蟹即係用醬油醃製嘅生蟹，蟹係南花蟹，洗乾淨之後放入用醬油、蒜頭、洋蔥、辣椒、昆布、水果熬成嘅醬汁入面醃足3日，等到醬油嘅味道慢慢滲入蟹肉同蟹膏入面。上台嘅時候，隻蟹仲係橙色嘅，肉質晶瑩剔透，膏係金黃色嘅。食法係將蟹肉同蟹膏擠出嚟，撈落白飯度，再用紫菜包住，一啖過。宇真希食咗第一啖，停咗落嚟。點啊？新抱仔問。宇真希冇答。佢食第二啖，然後第3啖。成碗飯食完之後，佢放低匙羹，望住隻蟹殼。呢隻蟹佢好靚。佢話好靚。佢死之前知道自己會被醬油醃，佢唔驚，佢準備好咗。新抱仔忍唔住笑出聲。你而家真係同摩記一模一樣。佢同魚講你死之前有冇見到日出，你就同蟹講你準備好未。你兩個真係天生一對。宇真希冇否認，佢只係叫多一碗飯，撈晒最後嗰啲蟹膏。除咗醬油蟹，佢哋仲食咗韓式炸雞配啤酒。新抱仔話呢個叫雞啤，係韓國人嘅浪漫。參雞湯，成隻雞入面塞滿糯米、紅棗、
人參煲到骨頭都化，烤牛腸。首爾新村嘅一條小巷裏面，一個阿伯用炭火烤嘅，外脆內軟，咬落去啲油會爆出嚟。仲有路邊攤嘅魚湯，你喺街邊食，凍凍地嘅風吹過嚟，魚高湯熱辣辣，簡單到不得了，但好食到想喊。29明洞，一場關於泡菜的深夜討論。旅程嘅最後一晚，佢哋兩個坐喺明洞一間酒店嘅房裏面，床上面鋪滿咗買返嚟嘅手信、泡菜、辣椒醬、年糕、紫菜、即食麵，仲有俾阿奶嘅一條圍裙新抱仔揀嘅灰色，胸口繡住一個鑊鏟圖案。你覺得我哋呢次旅程揾到啲咩？宇珍希問。新抱仔正喺度拆一包即食麵聞，揾到好多嘢食咯。除此之外呢？新抱仔諗咗一陣，我揾到，原來我都可以做自己。佢話喺香港，我成日覺得自己係阿奶嘅女朋友，菜館嘅幫手，洗碗嗰個。但係喺韓國，冇人知道我係邊個，我可以淨係做新抱仔，即係我自己。宇珍希望住佢，點咗一下頭。我揾到嘅係，宇珍希話，原來賣魚唔係一式一樣㗎。昆明嘅阿婆賣米線，濟州嘅海女潛水捉海鮮，釜山嘅阿豬媽賣魚，首爾嘅路邊攤阿伯烤牛腸，佢哋全部唔同，但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。咩共通點？佢哋好中意自己做緊嘅嘢，唔係為錢，唔係為名，係真係好中意。新抱仔望住宇珍希，你都係啊？你好中意賣魚，你每次殺魚嗰陣，嘴角都微微上揚。雖然你話係被敏感打噴嚏，但我知道唔係。宇珍希沉默咗一陣，其實我都唔肯定我係打噴嚏定係笑，兩樣都係咯。兩個女人對望，一齊笑咗。笑完之後，新抱仔打視像電話俾阿奶。喂，阿奶嘅樣出現喺熒幕入面，佢啱啱收工，仲着住圍裙，塊面有啲油煙，頭髮有啲亂。我聽日返啦。新抱仔話：你冇嘢想講？小心啲。仲有呢？阿奶沉默咗好耐，然後用好細聲嘅聲音話：掛住你。新抱仔把口笑到合唔埋。宇珍希喺旁邊睇住，都笑咗。佢冇打俾摩記，因為佢知道摩記一定喺廚房裏面。佢只係 send 咗一張相過去。韓國嘅夜景，酒店窗外嘅首爾塔，燈光亮到好似一個唔會熄嘅爐頭。下面打咗一句：聽日返，你準備好碗米線俾我。隔咗2分鐘，摩記回覆：準備咗，仲有一碟烤臭豆腐。你準備好你嘅勇氣未？宇珍希笑住關咗手機。30返屋企，香港國際機場接機大堂，摩記手裏揸住一束花，唔係西蘭花，係真花，黃色嘅向日葵，用牛皮紙包住，紮咗一條紅色絲帶。阿奶企喺佢隔籬，兩手空空，但換咗一件新衫。契爺，你緊張？阿奶問。冇，你揸花揸到啲花瓣就嚟甩。摩記低頭一睇，真係甩咗2塊花瓣。佢即刻放鬆少少手。宇珍希同新抱仔出嚟嗰陣，兩個人都拖住大篋，背住大袋，手裏仲挽住幾袋手信。新抱仔一見到阿奶，成個人彈咗起身，飛奔過去攬實佢。阿奶俾佢到退後一步，耳仔紅過佢件新衫。你瘦咗？阿奶話：我食咗好多嘢，冇瘦到。你瘦咗？阿奶又講一次，佢嘅意思係我掛住你，但佢唔識講。新抱仔明，佢攬得更實。另一邊，宇珍希拖住行李慢慢行到摩記面前。摩記遞束花過去。向日葵？你似向日葵，成日對住太陽。我對住個鑊咋嘛？個鑊就係你嘅太陽。宇珍希接過花，低頭聞咗一下。你終於買真花啦？你叫我買㗎嘛？我叫你做好多嘢，你都冇做。例如你到而家都未了解我對腳。摩記望住佢，而家了解。你企喺度唔好喐。佢真係蹲低咗，望住宇珍希對波鞋。你對鞋幾好睇。佢話：你睇我對腳定對鞋？兩樣都睇。宇珍希用花束敲咗佢個頭一下，但敲得好輕。回程嘅車上，4個人大包小包塞滿一架的士。新抱仔坐前面，一路攬住阿奶隻手，一路講韓國嘅見聞。阿奶冇點出聲，但嘴角微微上揚。宇珍希同摩記坐後面，中間隔住2袋泡菜同3盒即食麵。你有冇掛住我？宇珍希細聲問。有幾多？摩記諗咗好耐。
好似一碗米線咁多。一碗米線即係幾多？一碗好大碗嘅米線，多到食唔晒嗰種。宇珍希望住車窗外面嘅香港夜景，笑咗。錦盛老菜館嘅燈今晚特別光。廚房裏面，小斌高一個人對住一塊雞扒，嘗試同佢講早晨。早晨，佢細細聲話，雞扒冇反應。你今日狀態好唔好？雞扒都係冇反應。小斌高嘆咗一口氣，佢仲有排學，未完待續，真係未完。記得訂閱雨林酒吧，謝謝。我已不大記起，也懶得問究竟，在那日開始想你，但我知，然我知，相識那日計起，都也是最喜歡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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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